左手托面，右手執刀，一削一收，快如閃電，就係咁成就咗一碗絕世刀削麵啦。可惜而家喺香港有呢種功力嘅師傅，5隻手指數得晒。盧建仁師傅就係其中一位，16年嚟都不離身之餘，原來呢把弧形削刀更加係佢自家以不鏽鋼鐵皮鍛造。自己用開嗰把刀，一定係用自己嘅把刀，係一定要自己隨身帶住嗰把刀，唔係就不啦噶，一定要剪得彎彎地嘅。呢把刀直嘅嘛，呢條削唔到啦，等於你攞把刀嚟削一樣，係嘛？唔同噶嘛，兩樣嘢嚟噶。等於婆面都唔係多少面，一定要彎啲嘅。你彎啲先削到落去嗰個面先靚咁嘛，削落去。削刀冇病，要握得穩，削得狠，都要好講究技術噶。中指要夾實嗰把刀先有力削落去啊嘛，你4個手指削落去邊度有力咧？一個中指撐住嗰把刀先有力落去啊嘛。呢個係巧妙嚟噶。雖然麵條長短有啲參差，但係厚薄相近，而且每條都中間厚兩邊薄，明顯睇得出係刀鋒嘅痕跡。咁樣嘅麵條先至係最掛湯，麵質煙韌夠嚼頭。而且湯入面浸得耐咗，亦都唔會變得軟腍腍同埋黐牙，反而更加吸收到牛骨湯嘅精華。呢碗睇得又食得嘅手工刀削麵，先賣30幾蚊咋，即使要走到入屯門食都值得啦。如果唔想去到屯門咁遠，其實喺旺角都可以尋找到刀削麵嘅蹤影。師傅喺一塊長形玻璃之後搓住麵團，收到 order 之後就立即表演刀削。不過佢哋就用特製嘅油餅削刀，比傳統鐵片削刀更加易掌握。削出嚟嘅麵條長短厚薄亦都好均勻，麵條比較厚身，口感亦都較粉。不過勝在有超過20款唔同嘅湯頭同埋配料，四川啖啖肉醬嘅麻醬香同埋微麻辣，出乎意料同刀削麵配合。咁下次去旺角就可以多個食麵嘅選擇啦。